晒，起咗幾多啲小區新小區啦，已經黃埔嶺拆咗1、2萬啦，百佳好似冇啦。你話而家深圳邊度係2拉村，我就真係唔好清楚我咯。以前就皇崗黃埔嶺，跟住最多啊！以前就係嘛，而家就唔清楚啦。而家分散晒各地。而家分散啦，以前舊陣時講真嘅，黃埔嶺隔離咪文錦渡嘅嚇，文錦渡嗰個關口啊，香港嗰啲貨車咧就全部喺文錦渡過關㗎嘛，嗰啲貨車好多司機我見到翻到嚟內地，一個過咗嚟內地文錦渡之後咧，就換另外一個司機揸車啦，換一個內地嘅司機揸車，都平嘅咋啲工資。然之後咧，佢就喺度玩㗎啦，請個人揸車啫嘛，幾多？即係點講咧？唔係話價錢問題，首先價錢都當然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但係呢邊嘅服務嘅話咧，講真，啲服務行業比香港好好多。即係服務行業嚟講，就呢個大家應該都清楚啦，都清楚啦。